今集我哋嚟探討一個好有趣嘅話題 ，Sanrio 旗下嘅經典角色 My Melody 呢隻戴粉紅帽嘅白兔仔，從1975年誕生至今，本來係可愛嘅象子，但近年嚟講，佢喺日本同港台地區引發咗唔同嘅解讀。一方面有日本前 TBS 主播宇原美里用 My Melody 嚟創立咗買賣羅論作為壓力應對嘅哲學。另一方面喺香港連登台灣 D 卡同 PTT 等平台，網民突然大規模討厭佢，俾佢貼上綠茶婊、八婆嘅標籤。入正題前，希望大家 like、share、comment 呢段片，同埋免費訂閱我嘅頻道。My Melody 設計靈感來自童話小紅帽，佢係一隻戴住粉紅帽子嘅兔仔，喜歡烘焙、音樂同與朋友相處。佢嘅外表粉嫩可愛，個性設定為溫柔、善良、略帶天然呆，經常以拜託作為口頭禪，象指純真與友愛。佢嘅形象最初當然係正面，但隨住網絡時代嘅到來，華語地區網民開始於2019年左右重新檢視呢個角色，原本嘅可愛開始被解構，轉移成為批評嘅焦點。呢一轉變並非一夜之間，而係透過2005年版動畫劇情同迷因嘅傳播逐漸發酵。2019年左右，香港網上有貼文討論有冇人好憎 Melody， 迅速爆紅。網民指 My Melody 係綠茶婊、八婆，基於溫佳 My Melody 動畫情節，例如 Kuromi 唔小心跌倒擦傷， My Melody 主動幫忙貼膠布，但佢貼錯位置，一次次撕下重貼，俾 Kuromi 嘅傷口痛上加痛，凄慘叫喊。My Melody 仲一臉無辜。此外 ，My Melody 曾天真地撕低 Kuromi 最寶貴嘅筆記本內頁嚟幫自己啃鼻涕。Kuromi 做蛋糕俾喜歡嘅男生，被 My Melody 嘅笨手笨腳徹底搞砸。但 My Melody 總係一臉無辜咁講聲：哎呀，彷彿一切同佢無關。加害者毫無自覺，受害者卻痛苦一生，引發觀眾對 Kuromi 嘅同情，進而對 My Melody 嘅無辜感到厭惡。呢個現象從連登蔓延到 Facebook、Instagram、小紅書同台灣 PTT。媒體跟進報導，網民解釋：小時候覺得可愛，長大後重新睇，覺得佢偽善，好心辦壞事，害 Kuromi 背黑鍋。Kuromi 係叛逆角色，但內心善良。網民轉而支持佢，覺得更真性情。Sanrio 香港官方回應幽默，喺 Facebook 講 Melody 好有禮貌，幫小編換水都講唔該，試圖化解危機。分析嚟講，呢係網絡投射效應。香港高壓社會，網民將職場心機人不滿投射到角色，性別因素都有。可愛女性角色易被貼綠茶標籤。台灣情況類似，從2020年代初開始 ，D 卡 PTT 有討論，將 My Melody 叫綠茶婊始祖，起源都係動畫片段。如貼 OK 崩害 Kuromi 痛，網民分享童年轉討厭，投射到職場綠茶同事 Kuromi 人氣上升，商品排擠 My Melody。媒體如 Press Logic 列綠茶婊卡通人物榜單，將佢同靜香並列，原因包括世代變遷、C 世代厭惡、裝可愛、追求真實。文化上，港台網絡愛解構經典，商業影響 My Melody 排名跌 ，Kuromi 升。My Melody 嘅形象有雙面性，日本宇原美里用佢代表純真，作為壓力緩解工具，影響年輕女性職場生存。但喺港台，網民基於動畫重新解讀，視為偽善，反映社會不滿投射。呢個唔係角色本身錯，而係文化脈絡同心理因素。從中立角度，語言嘅理論有實用價值，但需小心濫用。網民討厭係正常解構，但過度可能強化性別刻板。Sanrio 角色本為兒童設計，成年後解讀自然變。宇原美里1991年出生喺兵庫縣神戶市，2014年加入 TBS 做主播，以清純可愛嘅形象出名。買賣羅論起源於2017年 Quick Japan 雜誌專欄，核心理念係當遇到不合理事、權力騷擾或性騷擾時，喺心入邊轉換成 My Melody 模式，默念我係 My Melody。困難嘅事我不懂，我想要食士多啤梨，咁樣就將對方嘅話當成對 My Melody 講嘅胡言亂語，忽略掉唔俾佢傷害內心。宇垣解釋呢個唔係逃避，而係資源分配，將有限努力用喺值得嘅事上。My Melody 本身係 Sanrio 1975年推出嘅角色，形象純真，戴粉紅帽，手持草莓，代表簡單快樂。宇垣從小係佢粉絲，2019年甚至同 Sanrio 合作推出占卜系列。喺2022年訪談，佢延伸呢個理論。例如忙到亂晒龍時，想象自己係魯邦三世嘅次元大介，轉化負面情緒，但佢亦警告唔好濫用，有後輩用到身心俱疲就唔啱。從哲學角度，呢個理論融合日本無常觀同心理學認知重構，鼓勵專注快樂事，如可愛流浪貓或季節甜品。公眾反應正面，有年輕女性喺 SNS 分享，用嚟應對職場壓力。Sanrio 都受惠，但爭議都有。精神科醫生批評係現實逃避，可能導致抑鬱。宇原自己強調
內心有堅定自我。呢個理論幫助佢從主播假面解放轉型成功。總結嚟講，My My 羅論係語言喺日本高壓職場，尤其女性面對性別歧視嘅生存之道。佢將可愛變成一種可愛嘅反抗，唔直接對抗，但保護心靈。喺全球脈絡，類似西方 mindfulness，但更有日本特色。My Melody 從可愛偶像到哲學符號，再到網絡公敵。或許 Sanrio 當初並未預料到，一部兒童向嘅搞笑動畫會讓 My Melody 背上虛偽嘅罵名。歡迎留言討論，記住 like、share、訂閱，支持多啲呢類分析內容。拜拜，下集見。